港管市水的消息来看到高雄，高雄这个4月初开始就进行规工减压送水，也过乡亲伊共款住伫港尾所在，竟然有一天完全是无水通用，讲起来是真无奈。大家只好到临时的供水站去排队取水。为全台湾的水情电号地图来看，在目前苗栗、大台中、北中华地区都是红灯，采取分开定点这个供水。若新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甲高雄市是呢？灯号是柑仔色的，采取呢减量送水；其他就中南部地区是大部分是减压供水的黄色的灯号。哦，十多再一个啦。灌水桶出门，就是要去灌水。一桶生完，佮摕另外一桶来盛水。住伫咧高雄桥头的这个朱妈妈讲，这已经是伊的日常生活。定定嘛停，即摆若来一个啊。就搁停，前2天搁停水，朱妈妈真正足惊，无水通用。楼顶、2楼、3楼有桶的拢神。因为欠水，高雄市为4月初1开始做减压供水。桥头新市镇是管线尾段水也无够，互真侪客家昨日拢停水。大佬住户赶紧去水道水公司的临时供水站排队灌水。蛮多住户都去取水，一直取到半夜。像我们加水桶、加水站一设立，1个小时水就没有了。这段时间因为减压，当地唔是水量变少，也无就是无水通去用。水道水公司副处长伫咧议会洪质询的时阵讲，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近日就是这2天在减压的时候，它因为压力过低没办法启动。那这部分我们也已经在昨天的凌晨大概1点左右把它调度相关的这个水源过来，那也已经启动了。不过，针对管线尾段，或者是住伫咧地势较悬的民众，水道水公司建议，嘛是爱做欠水动作。面对即马大水期，民众就爱较省力用水，较袂无水通用的时阵，影响到生活。